材化法，吵得真的沸沸揚揚。到底我們台南市能拿到多少？到現在都不知道。議員周麗珍表示，雖然市長黃偉哲的任期只剩1檔外，在無連任的壓力下，應該將專力放在建設的方面。其中西濱快速道路第61線向南延伸，目前閘門溪大橋嘛已經正式來動工。周麗珍除了關心整個向南延伸的進度，同時嘛希望在第86甲第17線的所在會用來交接，以疏解當地的車流量。從曾文溪大橋往後南延，大概會有設置，大概原則上可能會有4個交流道。第一個就是從台江大道，再就市草。那在市草附近可能會預留一個市草的一個服務區，然後再來往呢就一個清水路的一個交流道，再來就是會接台86的一個交流道。目前現階段的規劃大概是一個可行性研究，大概的目前的方向是這樣子。那等到要綜合規劃的時候，再會更細緻的一個出來。但是因為現階段已經把可研已經送到行政院，那行政院在10月底大概有做一個相關的一個審查，但是結論還沒有出來。因為到最後我們台南的部分應該會在台86線跟我們台17線的交接，那邊，因為那邊那個交接就是洗漱灣里的方向，另外一邊是往仁德方向，所以交流節點真的是非常重要，車流量也非常的多。除了關心地方的交通建設，另外在喜秋灣里的市地重劃部分，議員表示，當地開發以後，一斷掉落雨就來積水。對此，公務局長嘛回應，原因可能出佇個區內甲個區外排水很接，未來該所在還有道路要來闢建，因此會將區內甲區外排水來做連通，避免區內積水的狀況。台南新聞林跟楊順懷採訪報道。